多的竹妈神语在今天正式竣工元宵。 再恭喜朝天公子缩小版全部的内容都在里面。今天第一代就是我们老龙怀兄，第一代已经在生前国宝级，这个叫丢了另外呢，这丢无出门有老的意思这是黑地挺大人一老的要分享，欢迎咱所有信众拜访做一晚的，让了解帮助人种的宗教文化，其他的艺术。咱这种节是为100年，下这3月23日到今年差7档外，差不多8档。今年咱这个100块8年的9月7、9大概60万。伊主要特色就是咱有分陆海空龙有咱通下第一站就是鱼虾水族。 中就是24节气，还佫有一寡故事册。咱关键就龙重生，佫鸾鸟，伊迄个属空的部分。咱这顶个特色就是遮，龙那咱朝天宫的一寡真重的人物，包括咱的灵条，有四海龙王。头前这对是花条，后壁这东海、沙海、南海、北海龙王。汉某电影的但系迄个六角天体共，说的拢无共。回回路啦，迄个内底迄种改啊。过了这第3代以后，过了改了放甲街尾伊咧唱，放甲街尾坐咧无论去看过一遍拢有看到妈祖。 所有的教科师，稍微上一下，3、2、1，在起。站吗？站。有个卖嘢嘅，